选调，着趁妖花通找到的时来找伊，伫伊杀紧的时求救伊。歹人着离开伊的路，不义的人着改变伊的念头，归向妖花，伊要怜悯伊，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变形赦免。现在，请咱备办好咱的心。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主啊，爸爸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因为今仔日照着你的大慈爱，组织了阮大家来进入你的圣会，检查阮伫每一人的厝内来参加这个线顶的礼拜，恳求你。互阮的心灵甲阮的外貌，拢会通诚实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你的圣尊名通得荣耀。
遥远伫你的圣会内面，也是伫阮每一个人的家庭内面，会当成做你的圣徒，通为着主你来做见证。但喜验病毒的这个疫情，互真侪教会被迫关门一段时间。伫北美，阮拢经历着1年5个多月，这个网顶的这个礼拜，虽然有真侪教会已经开始恢复这个实体聚会，总是遐个新的变种的病毒，说面还阁真凶恶，有真侪场合，阁开始规定要求着要戴这个口罩，这个喙项，大家拢尤其是需要保持个人这个防疫的责任。阮大家虽然已经注了这个疫苗，就是还阁是有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。真正的，我拢需要恳求天父上帝的怜悯，恳求主你来继续保护着阮，因为最近各所在气候非常的无稳定。但目前美国甲阮故乡台湾肺炎病毒的疫情已经有较稳定落来，总是还阁无完全消失以前，唔通我互阮失落这个代志，来造就着新的变种的病毒Delta的这个感染。当届的奥运会、奥林匹克的运动会，台湾的选手继续有真好的成绩的表现。但台湾这回伫奥运目前已经赢了这个金银铜奖牌，共有这个13面。互台湾的小小国家，因着这个好的表现，也提升了台湾伫国际地位这个知名度。我真感谢所有参加各项比赛这个台湾的选手因，愿天父上帝赐福因，也赐福伫咱的这个台湾。但起来，我搁一摆来到主你的心骨之前，不管是伫北美还是伫台湾，拢着来谦卑，来恭听着主你的话，恳求主来清起罗卜的嘴。圣是来感谢阮的心思意念，我会通得到福气，过这个蒙恩的一个主日。但阮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。记载伫诗篇51篇16到19节。16节，你无爱细米，若爱，我就要献。小细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喜爱的事，就是忧伤的心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袂看轻。求你照你的好意思来好款待锡安，起着耶路撒冷的城墙。迄时，你会欢喜耶节甲烧节，以及规只精生的事。迄时，人会甲公的牛献伫你祭坛。第2位的圣经节记载伫以赛亚书66章第1节到第2节。第1节，耶和华安尼讲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踏椅。恁要甲我起甚物好的厝？甚物好的所在？是做我安息的所在吗？耶和华讲：这个
拢是我的手所创造的，所以遮个就拢有。总是我所看过的，就是谦卑、心痛悔，因为我的话来袅袅带的人。第三位圣经记载伫彼得前书4章第7节到第8节。第7节，但是万事的结局近啊，所以就自在节制来祈祷。第了紧，再加着切切3天。这是上帝的话，伊若读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啊。阿明。有咯，当来交托主。那么这首诗歌是台南囡仔阿明啊，伊信主了后时，性情感动伊所写出来一种感情。这就是福音诗歌。歌词上咧讲，亲爱的朋友，请你听，一时失志免忧伤，有时失迷找无路。只有耶稣是咱的盼望，主是我的气力，伊阁是我的帮赞，主是我的关台，伊阁是我的盾牌。上帝今日真足听，一时失志免忧伤，有时失迷找无路，只有耶稣是咱的盼望。主是我的一切，伊阁是我的性命。当来交托主。专心来仰望我的主。亲爱的朋友，请你听，这是诗，只免忧伤。有时是要找无路，只有耶稣是咱的盼望。主是我的归来，伊才是我的帮助。主是我的关台，伊阁是我的盾牌。上帝的今日真足听，这是诗，只免忧伤。有时是要找无路，只有耶稣是咱的望。主是我的一切，伊才是我的生命。来交托主，专心来仰望我的主。亲爱的朋友，请你听。这是诗，只免忧伤。有时是要找无路，只有耶稣是咱的望。主是我的归来，伊才是我的。
优秀，有时是要找道路，只有耶稣是咱的光芒。主是我的一切，伊就是我的生命。淡淡来到土主，专心来仰望我的主。亲爱的朋友，请你听，这是世一个优秀，有时是要找道路，只有耶稣是咱的光芒。主是我的归来。我的梦想，就是我的团结，伊个是我的品牌。上帝的儿子真着疼。是一个优秀，有时是要找道路，只有耶稣是咱的光芒。主是我的一切，伊就是我的生命。来到土主，专心来仰望我的主。各位乡亲、士大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一年多以来，伫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阴影下面，有真侪人做这个居家隔离的这个期间，真无奈的发觉，新冠肺炎病毒已经行过真侪都市甲国界。这个病毒的传染力，以及不断的这个变种的新的这个病毒来拓开。伫到全世界真侪国家，那么这场死伤真惨重的这个普世性的这个灾难，互活伫21世纪的人咱见识到这个瘟疫的这个力量甲可怕惊吓，所以对一开始骹手无用，乱糟糟，伫咧防止这个传染，一直搁加紧这个速度，伫这个疫苗的研发、生产甲注射，一场搁一场，互人无十分的把握，封闭的这个旅程，不断的冲击咱大家。伫这个疫情的中间，咱看到人类这个勇气、智慧、能力是何等的有限，大家活命嘛是搁较真脆弱，总是。伫这个全球性的灾难中间，也互咱看到这个人性团结，甲互助这个光明面。当然，这也是互咱现在还阁活着的人，听到你的脚步，彻底认真来反省一个上较好的机会。彼得前书
第4章第7节、第8节讲，万美的这个结局已经끝啦，所以恁就爱谨慎自守，警醒祈祷。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的相听，伊的听会当惹看真侪才会做。所以这个无情，佫真烫手的这个病毒，那亲就是去共享这个末世这个竞争啊，要提醒咱，最后所过来的日子已经近啦。咱上需要的就是爱彼此切实的相听。那么，咱身为天国子民的咱，更较重要就是爱谨慎自守，警醒来祈祷。咱爱自卑，爱祈祷，祈求上帝赦免咱的罪，医治这块土地，愿咱甲咱的这个后代，咱的子儿孙，拢通敬畏上帝，来脱离这个瘟疫的这个迫害。行就这个光明，这个新的这个路程。那么新约的福音书提到主耶稣，甲真侪这个抽象的人，甲罪人坐倒，同做伙同坐倒。那么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抽象的马太的同事因。马太将因调入到主耶稣面前，将主耶稣介绍给因。一个罪人悔改了后，就带领甲伊同款的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，这是一件真美好的代志啊！总是伫法利赛人的眼中，因感觉到，若是主耶稣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伊就无应该甲罪人做伙才对啊。所以主耶稣就引用这个圣经对因讲。我爱怜悯，无欢喜祭祀。上帝最看重的，毋是咱有偌侪这个宗教仪式，咱是伫咱的生活中有偌侪疼心呢。所以一个敬拜哪侪人，哪亲近上帝的人，以为亲像上帝充满着这个怜悯的心嘛。诗篇51篇。是这个代表悔改认罪祈祷的诗。伫这首诗内面，咱读到上帝认为忧伤痛苦的心是献予上帝上介好的这个祭。路加福音书中迄个抽象的祈祷，上袂当表达出这款的态度。伊讲哦，讲上帝啊，亏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这个抽象的献上。主上界要爱这个祭，伊用着这个忧伤的心来转向上帝，求主来怜悯。上帝本性就是疼伫这个患难中的人，伊怜悯心灵破碎的人，赦免跋倒的人，并且互这个疲劳亚实的人重新来得到快乐。但愿咱无搁再用偌济时间来参加这个宗教活动，还是这个敬拜上帝，来判断咱有敬虔无敬虔。但这个虽然是重要的，也是上帝所接纳的，总是呢实际疼心的行动，搁较会当表达出咱对上帝这个敬虔的心嘛。主要所讲，我来本毋是要钓义人悔改的，乃是要钓这个罪人。所以主要说，总是甲罪人做伙，伊总是甲迄个有需要人的中间。今仔日有真侪教会吼，确实总是甲这个义人、健康人咧做伙斗阵，一群得救的人做伙，伫遐咧享受着美好的敬拜甲献祭，却对这个周围有真侪病的人。判病的人，还是罪人，还是讲有需要的人，却看敢若有看，阁无看到。教会只有是为着义人、为着健康的人来设计这个聚会的内容，却无法度去看到大部分这个有病的人，甚至看到这个有罪的人，无法度来参加着咱的这个敬拜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捌一个伫以色列做
基理的即个苏港的即个女宣教师，伊捌问遐个来求帮助即个基理吼，是毋是捌去教会来求帮助呢？因所得到的答案是无啦。教会毋简单，互伊会感觉家己是搁较烂尔定尔。所以，这个宣教师就做着一间房屋，帮助互因住，来帮助因脱离这个基督的生活，成做这个回归社会的这个中途之家。但最后所伫这个生活中，常常接触到互人别人拒绝的人，伊听遐个被气杀的人，被藐视的人，甲遐个也是互排斥的人。伊知影即个健康的人是无用袂着医生，只有病的人才用会着。所以，但愿今仔日的教会会当听见主耶稣基督伫2000多年前所讲的话：我爱怜悯，无爱祭祀。咱若真正明白上帝所欢喜的祭，就是怜悯，较赢过即个献祭的时阵，就会当分别出什么是宗教，什么是真正上帝有关系，甲上帝有关系。互咱的敬拜，无搁再是伫表面上敬虔礼仪尔定，乃是对内心的彻底实现上帝伊的律法中的即个正义，讲尽心尽力去听上帝，并听别人真家己。这才是咱应该有的即个态度。一个无听的即个宗教是上帝所厌恶的。教会需要知影，上帝较无听，较怜悯，毋单是遵守仪式甲祭祀尔定。那么教会会被造，毋是要展现上帝的受气，乃是要实现伊的怜悯。所以真正的祈祷是对听来先的，是徛伫罪甲罪的中间，毋是责备，乃是要遮扛的。所以咱要带着基督的怜悯，去受这个服侍，为人祈祷，这是一个大祷的呼召。所以咱每一日都要操练的。你会忽然间晓悟起来，哦，原来咱得到这个王后的慰问，就为了现今的这个需要。你免去学这个史怀哲来千里迢迢走去到非洲来传福音。每一日，你若一出门，你会去遇到头壳包这个头巾的这个穆斯林的人，也是皮肤乌乌的非洲人，迄就是你的这个工厂，就是你大道的这个对象。那么大道是基督生命的这个本质，伊现今源自上帝大名，伫替咱伫祈求。最后说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人的罪来死的，更是用着行动来表达出伊的这个大求。这个是上帝托付咱的大使命，咱一定要忠心，徛伫上帝面前来大求，照着咱的祈祷，将上帝怜悯人的这个信息带到这个列国。那么，咱生活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要活出这个怜悯的人的这个生命。所以，当咱回顾大笔犯着奸淫的整个的这个事件的时，咱发觉到大笔伊无顺命，伊无行公义，无敬畏上帝，无守这个名约，不但害死了这个兄弟乌利亚，也伤害了这个拔示巴。所以大卫伊的祈祷就无法达到天庭，因为伊的罪就固执了伊甲上帝中间的这个关系。所以大卫的罪甚至连累到整个耶路撒冷，第四到伫耶路撒冷的献祭，拢无互上帝的感纳。只是大卫确实看到伊家己犯了大罪，伊知影伊的罪若无来处理的话，上帝不但无要接受伊的献祭，连整个耶路撒冷的献祭嘛无要受接纳。这是一件真严重的代志。所以大卫呢，头尾对上帝有一个信任，伊知影
伊所认的认罪的上帝，毋是要陷害伊的，也毋是要陷害伊的，毋是要对付伊的，乃是永远用着主爱甲怜悯，等待伊回转的上帝。所以上帝是公义的，特别虽然是望上帝感动的人，所以上帝对伊的罪袂视而不见。有时阵，咱做父母的人，可能会偏爱一个囡仔来遮验伊的过错，总是上帝袂安尼做。所以，当代表犯了罪，公义的上帝虽讲无用有罪当作无罪，不过伊同时也宣告伊是一个慈爱、怜悯佮真乐意赦罪的上帝。咱需要明白，上帝是一位乐意赦免罪的上帝。这个真理，上帝袂去偏待任何人，伊为着千万人来存留这个慈爱，赦免罪孽。只要人愿意回转，就会去遇到伊的慈爱、怜悯，甲伊赦免这个恩典。所以大卫知影伊做错了代志，罪暗来跟对着伊，闪袂开，也互伊袂当袂记哩。所以罪伫咱的生命中，咱若无去甲伊解决，会成做咱生命中一个真大的破口，为互咱一直头拢压袂起来。所以跟对着这个年岁，这个渐渐跟老化，你是毋是发觉到，伫咱的活命中有真侪这个根基性的这个问题会显露出来？那么，什么叫根基性的这个问题呢？根基性根基性的这个问题，譬如讲，平常时咱将家己包装甲真有教养的款式，包装甲真有这个基督化的款式，总是其实伫咱的内心的深处。却有这个无人知影，这个惊吓甲恐怕，意思讲，互咱会去排斥别人，去嫉妒别人的。特别就是安尼生的人，特别当伊这个功成名就的时阵，伊煞大来跋倒，特别最后以后，伊车派军兵到外地来去征战，家己却留伫耶路撒冷的王宫内面，享受到这个本来。开喙，水来春手，这个平静平稳的这个安稳的生活。这时阵，伫生命这个根基性的这个问题就浮起来了。你是个互伊犯罪，特别向来是用家己行公义做阳光的，总是当生命去遇到考验的时，显出来在这个真实的光景的时，伊才承认。伊家己生来就是一个罪人嘛，必须要悔改，所以伊向上帝来呼求讲上帝啊，求你为我来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重新有这个正直的心，毋通放杀我，互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来收回你的圣心，求你互我悠然得到救恩之乐，使我乐意的心来扶持着我。这是诗篇51篇。第17到12章，所以代表求上帝为着伊来做一个清洁的心。这个做这个字就是创造艺术，创造的工作只有上帝会当做尔定。所以这段代表的这个祈祷，就是表明代表深深痛恨这个罪的。伊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伫第一摆受造，是我的旧的生命，我原抓出家己是袂歹的，会当应付人生一切这个难题。总是呢，听我面对我较大的挑战的时，你所讲互我的活命真相显露出来时，我都发觉到我的旧的创造根本是一个朽烂的一个旧的创造。我必须要活伫一个新创造的内面，才会当叫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所以代表。经历到这个拔示巴的这个事件了后，除了知影家己是一个罪人，伊嘛知影有一条通路会当倒转去上帝面前，所以伊讲伊要将上帝道路指示过有犯过罪的人，互因知影通转去恁兜的一条路。
所以你看到，在咱四周的朋友因用活伫家己的困境的中间，也是活伫做错人生决定的这个懊恼的内面，也是拄拄甲家己的这个性格歹脾气伫奋力争斗的时阵，你通甲因讲一个好消息，你甲伊讲有一条路，通通到上帝的所在。但我知影迄条稳定的路，通互你脱离这个罪恶，直透到上帝面前。所以特别公开上帝来认罪悔改，定心甲上帝有和好了后呢，上帝就接纳伊甲代表甲百姓这个献祭，甚至祝福全国。所以亲爱的兄姐，你有看到无？当一个人互上帝和好的时阵，伊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大。特别原本就是真后唱诗敬拜上帝的人，总是伫伊有这个罪得赦免的人生的体验了后，伊的敬拜已经进入到一个阶段内面咯。伊将家己搁一摆献上，不断颂赞上帝的公义，并且乐意世间人传扬上帝伊的这个赦罪之恩。所以当然，伫默想大笔所写的这个忏悔的诗的时阵，一定会发觉一个真理：上帝互这个软者人起应着，上帝以无法度来拒绝，遐个谦卑诚实，甚至非常需要上帝的人。所以事实上，咱的软弱，互上帝伊的大权能有这个施展的这个空间。使徒保罗伊知影这个真理，因为上帝捌对伊讲：我的恩典够甲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伫人的软者的顶悬来显现这个完全。所以咱更加通欢喜来夸耀家己的这个软弱，通过上帝和到基督的能力来保佑着咱。所以活伫这个新约的时代，咱每一个人拢是祭司，所以讲信徒该祭司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甲上帝有一个好好亲密的关系，互咱所献的这个祭，拢是会当得到上帝欢喜降落的这个祭，并且咱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机会，将人带倒转去上帝面前，互四周围的人拢会当为着咱来得到这个福气。阿们。回应诗歌，如果你若想要知听对倒位来，那么这首诗歌讲，如果你若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是伫你我的四周围。如果你若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是伫咱的这笑面的顶悬。如果你若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是伫咱的这个生命的成长的中间。如果你若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是伫咱的父母的心内。阿们。如果你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伫你我的周围。如果你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伫咱的笑面顶。听伫倒位，听伫倒位。听就伫上帝的囝儿，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是对上帝遐来。如果你想要
知听伫倒位，听就伫心中生命中。如果你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伫父母的心内。听伫倒位，听伫倒位，听就伫上帝的囝来。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是对上帝遐来。听伫倒位啊，听伫倒位，听伫倒位，听就伫上帝的囝来。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对上帝遐来。如果你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伫你我的周围。如果你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伫咱的笑面中。听伫倒位，听伫倒位，听就伫上帝的囝儿。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是对上帝遐来。如果你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伫心中生命中。如果你想要知听伫倒位，听就伫父母的心内。听伫倒位，听伫倒位，听就伫上帝的囝来。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是对上帝遐来。听伫倒位啊，听伫倒位，听伫倒位，听就伫上帝的囝来。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对上帝遐来。如果你想要知
是要知，听你到位，听是你爸母的心内，听你到位，听你到位，听就是上帝行来。上帝遐来听你到位啊，听你到位，听你到位，听就是上帝的行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对上帝遐来。是要知，听你到位，听就是你我的周围。如果你是要知，听你到位，听就是咱的笑面对。听你到位。听你到位，听就是上帝的名，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是对上帝遐来。如果你是要知，听你到位，听就是心中是命中。如果你是要知，听你到位，听是你爸母的心内，听你到位。听你到位，听就是上帝行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是对上帝遐来，听你到位啊，听你到位，听你到位。听就是上帝的行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对倒来，听就对上帝遐来。这就请咱同心后头三家的祈祷。亲爱爸爸上帝，我很感谢你。今日的网络礼拜，阮对旧约的诗篇51篇16节到19节，以赛亚书66章第1节到第2节，以及新约这彼得前书第4章第7节到第8节，我做来思想，这个我喜爱的这个人民这个题目。对今仔日这个信息中间，甲咱讲，当咱特别想着大笔所写这个悔改的诗的时阵，咱一定会发觉到一个真理，就是上帝予两者人来吸引着。
因为上帝伊无度来顾着遐个谦卑、诚实，佮心灵非常需要上帝的人。所以事实上，咱伫咱即个软弱的所在，上帝伊大权能，伊原有即个施展的即个空间。使徒保罗明白即个真理，因为上帝捌对伊讲：“我的恩典够甲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伫人的软者顶面显出完全的。”所以我较欢喜来自我家己的软弱，透过基督的能力来复辟着咱。透过伫基督的时代的咱，每一个人拢是祭司，信徒该祭司，求主帮助咱，甲上帝有一个好好亲密的关系，互咱所献互上帝的祭。拢是得到上帝欢喜接纳的这个祭，并且来把握着传福音的这个机会，将人带到转去上帝面前，互咱四周围的人会因着咱来得到福气。我衷心的祈祷，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。阿们。那这条螺丝要甲恁捉到吼，愿天父上帝主来甲怜悯，造出基督恩典，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，甲亲爱的兄弟姊妹同在，伫教见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乡亲、时大、兄姐，咱今日的网络礼拜到这就告一段落。人望伫后回同一个时间，咱伫空中来相甲见面。愿上帝赐福保护恁，使恁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。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，甲伊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，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。甲伊行，说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。